运动部今日挂牌成立，这头一任的部长是今年才30岁奥运金牌选手李勇。这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台拢来到现场。李勇表示讲，希望未来在咧运动部的推广之下，全民拢会当参与运动。特任李阳为运动部部长，请院长颁授任命令。 对行政院长杜英台出来接过运动部长的任命甲印信，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30岁李勇正式上任。身为一位运动员，我热爱挑战，也喜欢和团队一起赢得胜利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我都会秉持运动精神，用行动和大家一起打造台湾运动新的里程碑。 特别让体会运动员的心声，也清楚台湾运动发展的各种挑战。李勇强调，以后运动部工作的6个方向。总统赖清德致辞时阵讲，李勇已经做好准备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李勇是这届金世系的金牌部长。我本人还有卓院长率领的行政团队，一定鼎力支持李阳部长。万事起头难，再难都没有得奥运金牌这么难。 而且他还可以得2次。李勇自今日去会场进前就淡薄紧张，不过若拄到有人甲伊质疑，拢笑边的行礼回应。伫接受访问时阵是较轻松，也在这边强调，这么第一个案做就是做到全民运动。我真的非常希望说，全民真的有运动的习惯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打篮球，很喜欢打桌球。那我觉得包含我自己，不只有羽球有趣而已。我觉得每一项运动都有它有趣的地方。 伊讲家己做模范，超时间做运动。伊自小学到高中拢是体育班，会甲教育部讨论安怎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毕竟我当时在参加体育班的时候，确实有遇到相当类似的案例，但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再跟教育部这边好好去进行沟通。运动部正式显牌成立，明年度的预算编到248亿。李勇讲，每一仙钱拢是纳税人的钱，一定要用在咧上适合的所在，伊会特别注意。因若到时爱去立法院备询，伊讲伊也无经验，会向处长请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